proud 讲咱住伫湾区，旧金山好用就是咱遮签的。啊，咱伫旧金山的东乡，若讲有法度起来讲，甲全世界东乡甲咱讲，恁若要解决大问题，就来使旧金山来，咱假说，对无？迄个犹太人的迄个买车对无？去遐朝圣，实际上都伫这遮嘛。咱大家在遮凝聚一个共识，吼、啊，咱伫旧金山湾区的台湾人，变做讲对这种研究，安尼时阵，咱过来的工作足济，就是做要去的时阵，虽然台湾即摆有影足济，你讲即个台湾独立的足济论述啦，吼，古早的台独团体啦，吼，啊，搁迄个敢若即摆古早台湾国的，也是足济个，算得起来，你听拢20几个，但是20几个内底，你倒一个有法度行到今仔这个程度？你倒一个咱摕到真完整的迄个论述？即摆一旦提出来，说话就敢若即摆4月25，其实因是2008年2月初2就成立，吼，迄个林志成咧成立，啊成立嘛有真侪人讲，无你甲信道就对啦，啊你这叫做乌白母啊，不管乌白母也是真正母啦，就是总是目前提出来，就是这个，你其他提不出来，你其他你讲要一个真完整的，要来解说台湾的情况，都讲唔通。有诶咧讲，台湾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啊主权的属台湾人，吼、这是上平常时，咱前一仔迄个 Michael Richardson 伫遮，嘛是安尼人甲请入去，请入去，当然咱自咱家己目标变，迄个真简单，讲破无13个字。伊讲的就是讲主权属台湾人的，无毋对。伊讲的就是讲天赋人权，吼、天赋人权讲每一个拢有即个权利，但是主权属台湾人呢？是毋是属咱在座每一个人的意思？但是是属咱在座共同推出来，迄个代表，就是政府。但是台湾人即摆有政府无政府，哦，所以主权甲民权是两回事。民权是你讲个天赋人权，这个咱台湾人去共同住伫即块土地顶悬的人，共同去决定的代志，无毋对。但是你共同决定了，这个sovereignty主权的权责就是政府对政府。毋是政府对每一个个人，哦，是讲交互做了，毋是即个迄个。所以有真人讲，马克阿瑟已经甲主权交蒋介石啊，马克阿瑟无遐权利啦，哦，啊，迄也毋是国际条约，迄是敢若 general order 第落去。所以迄个过程是有问题。咱这要提出来是讲，台湾人其实咱真 proud 是讲，咱有受着真好的教育，但是真可惜帮着台湾代志，咱。我唔知啊，真可惜，咱无法度去解说咱家己所讲的这个问题，无法度做清楚。敢若讲真意气用事讲，啊，骗之后这就是我的啦，啊，无是安怎安尼？咱用一个所在，这个所在你是敢有使用权，但是你绝对无迄个所有权。迄所有权是要根据合法的程序才来。啊，所以咱算讲。哦，我想今仔日真难得个机会啦，是不是大家当讲个需要就是话，变了咱本来今仔用意就是安尼啦吼，啊，过段时间好跟大家来。有啥物意见请 ？OK。Victoria，迄个你要新成立这个人民政府要当Washington DC 成立这个人民政府，那。伫台湾。事务所办公室。啊，你讲迄个是 State Department 邀请这个人民政府去设一个代表处，啊，代表处的费用你想on top of your head， how much is going to cost？ 这个是安尼啦吼，这4月25开个大会的动作吼，就是产生一个仪式，我去做代表，做最当发生的。啊，即摆伫遮，这中间就是讲真侪代志，陆续来 realize， 吼，这中间就是讲这个伫倒位 office 自己伫倒位，吼，
即个经费伫倒位，吼，即个目前开始，因为我还未正式摕我的手中，所以我嘛袂当甲各位公开是或者讲保证，吼。但是4K 的意思是讲，既然安尼，吼，咱嘛是继续按正常安尼做啦，吼。但是我是接到真乐观的即个消息啦，甚至于有人讲即个 office 真可能是伫华盛顿 DC 的大使区啦，吼，这是你也知影，搁世界各国伫华盛顿 DC 的大使区，迄个是其他各国伫咧说大使区的所在嘛。你台湾迄个泰国的 office 是我着设伫内底啦，因为美国有甲设，吼，伊甲美国的事务官方无正式的迄个对抗，吼，因是暗中美国，但是美国暗中拢会下指导棋，吼，因为我4月23，吼，去土城去含阿扁讲半点钟，阿扁本身甲我确定，伊讲伊做8当的总统，美国拢无停甲伊表示台湾的主权主权，这是从杜鲁门总统连续经过遐济总统，一直到今仔日，拢总无改变的一件代志。吼，若安尼是安怎美国会当来甲台湾下指导棋？因为因所合并条约嘛，吼，若有民所合并条约，就是美国宪法啦，美国宪法美国爱安怎做啊？所以其实这是美国伫世界这代志了后，伊伫 Formosa 甲 Pasteur 应该爱做，但是无善尽义务的一件代志。所以我是对这个代志，因为即种我有相当